林县政府为着要来促进着好买相款的发展，是联合着相关的单位来推动，让幼稚园的小朋友到店家去体验的计划。这个相款变作是儿童乐园，让囡仔的户外教学更加趣味。 囡仔上台领代言人的证书，为了好相款有更较好的发展，云林县政府结合相款甲大学，让囡仔来替这店面做广告。去做一个走读的一个活动，让我们这幼稚园的小朋友从小我们就去圈粉，希望能够让商圈能够有一个更有趣的一个发展跟未来。 这边有12间店面来合作，分做2条路线，来让囡仔交通好学习变做一件趣味的代志。我们发现很多商圈它其实没有善用在地人不会停，所以它就少了一个力量。这次改成幼儿园走进商圈，所以我们挑了12家最棒的店家。这摆计划真特别甲创新，嘛欢迎有兴趣的乡亲做伙去相款体验生活。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。 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hat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